虎啊哦。不要什么？豪杰小心怠慢。我们要什么？过劳认定重还。我们不要什么？豪杰小心怠慢。我们要什么？过劳认定重还。什么意思？特训意思。谁无耻？我全都秘密起来。谁意思？特训意思。谁无耻？拒退无耻。我们不要什么？谁乱丢砖头？你这些抗地人，也太过分了！如果你还不赶快过去？那边呐，那个大肚子的。小蛋，怎啊甲是你坑的吼？大姐，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，但是真正是过分了。肯长爱给死人，你知道吗？人家现在就在。我请伊来靠背哦。我阮兜做一个死人呢哈，伊也不爱听我讲话，要怪吼，就怪迄负责人无用心啦。我已经几个月啊，报告还袂出来。啊是讲吼，恁遮的公务人员吼，薪水拢是人民的税金呢。我知道。但你知不知道人家现在？不知道啦，我只知道人家过劳死吼有200万，人家我连200块都没有拿到啦。人家你赶快嘛怀孕了啦，领导死一个，啊人领导无说你就一尸两命啊，你是袂起哦。压低重心，快，走，快点，快 ，focus，focus，focus，教练，来，教练，干嘛？你老婆。你老婆她出事了，老婆，我是说我老婆许如芳。哦，好，稍等。妈的嘞，那个王八蛋干的啊。没事啦，医生说多休息几天就好了。小小芳没事吧？嗯。妈的，王八蛋！国豪，去追他！你快去阻止他，不然会出人命的！快去啊！快去啊！
嘛？给我出来！要求过来了，哇！你教我看，我一定哦，谢谢后生哦。啊，你要不要找政府哦？我欺负伊哦，我跟你定。吼！你别这个命，你跟你定了，哎，你无良心的，我跟你定。顾美惠，出来！今日话你哦，新面孔哦。说什么东西啊？少啰嗦！你现在给我出来讲清楚！啊是要讲我清楚啦，啊无就是无嘛。要是可以生给你吼，我早就生出来了啦。他妈不知道我老婆怀孕是不是啊？还就算逃！阿爸，这不是来偷笑的啦。哎呦，拍谁啦？哎呦，我就不知道你老婆怀孕啊。拍谁啦？拍谁啦？哦，哎，进来坐啦。哎，来喝点茶消消气哦。哎呦，对不起啦。啊，我要是知道你老婆怀孕哦，我绝对不会用砖块丢她啦。啊，你看我也是怀孕的人，我都蛮知道怀孕很辛苦，我怎么可能故意给她为难？啊，你快生了哦。嘿啊，9个月了。 9个月还可以丢那么准哦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都有在练呢。哦，啊，我要是知道你老婆怀孕哦，我绝对会改丢鸡蛋呐。看他妈的！哦，啊，那个哦，是我那个拍米的老公啦。我来质疑一下吧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 阿良啊，你看吼，人迄路检唔红啊，来甲你看呢。哎，请问怎么称呼哈？哦，姓赵。哦，赵先生啊，哎，都爱保庇讲吼，因较紧找到证件哈。嗯，奇怪。我来。哦。奇怪。啊，还是我来啦。我每天都在点吼，这个我很熟。这我 OK，这我冇紧啦，冇紧啦。没关系，我 OK 啦，这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来，我来。啊。 谁中奖？今日什么日子哈？现在老在掉。来啦，坐啦，喝茶，喝茶。啊。小心呐！啊，你嘛较差不多嘞。大概迄玩具都安尼乌白意思，啊，万不离若是来讲报道是要安怎？哦，阿爸老大，食啥顿？哦。你那你唔应该随等你陪着上啊！李慧啊，心钱哦。啊，恁两个嘛真够看时间吼。啊，昨警察伫的时阵，恁选唔来啦。卖废话啊！钱嘞？伫咧政府遐啦。等迄个什么我哥死亡给付落来吼，我才有材料通我还啦。啊，讲我这个人要行的你是？啊，无就是无啦。干你娘！我看爱互你一点仔教训。啊，恁两个嘛真奇怪呢。这甲恁借一个10万块，啊，过无几工就要还40万，敢会收离谱？啊是无听过利息吼？啊无利息，恁妈是要趁啥？啊看你大腹肚可怜，40万已经足俗啊啦！啊无你当作恁爸开自设事业？啊，当初是甲恁借钱是为着要买车，啊，即马车有啊，人无去啊，恁叫我是要安怎？无吼，恁叫伊对棺材内底跳出来，趁钱还互恁啦。好，无要紧。无钱。用你的手来赔。放手啦！放手啦！夭寿！放手！放手啦！放手啦！放手！要断手哦，会使啦，断因的啦。
无，恁若是甲我的手骨拍断吼，是啥物车车趁钱互恁啊？阿信啊，你妈刚才讲出错啦！你这要输啊，还囡仔拍落惊。拜托咧，我才拄死人尔咧，搁互我按几工啊啦！好，搁互你一礼拜，到时袂出来，你就知死。奇怪呢。阿爸，你食饱迄碗盘放下就好，我连面来去收啦。哎呀，小心呐！你是无靠无去嫖到3工呢？你还讲家己洗碗哦？无要紧啦，你老岁人也无什么工课做，就一个碗盘尔简单嘛。阮你小心真快。后尾啊，你要创啥？你遐大身大命，腹肚遐大个，变悬变低，囡仔敢会堪伊哦？哦，袂堪你嘛，就爱会堪你啦。谁叫伊紧我这个老母来做我的囝哈？阿爸，外口迄台卡拉 OK 毋是有架一条麦克？来无看哈？我看到要是我放伫遐，电路伊我甲手里是放伫遮，你看卖。哦，是哦。这是无？嘿啦。你要做啥？就是有需要爱用啦。我问你哦，你民事迄个甲劳保迄见大佬喏？讲到迄吼，我就规巴肚火啦。趁的钱拢摕去告工厂啊，伊若无咧信道啊。真害啊你！喂？阿辉啊，阿爸吼，无什么钱啊啦。我看你安尼吼，我足艰苦的。我是讲，我这个表吼，你摕去转报者。阿爸，唔通啦！这个表吼是2、3年的，我惊讲我若是摕吼，伊半暝来找我算数啦。哎呦，无要紧啦。你家己留咧啦，吼。你无要紧啦，看你我足艰苦的。喂？是什么香？哼，这三小都会来。
兜一个哦。即摆是咧舞倒一出哈？不会请人家进去喝茶哦？还环保局嘞？人是遗孀，你知无？你无礼貌你！来啦，里面坐，什么都好谈，哈哈哈，都好谈。公司资料嘞。我们是传统的，哪里有什么公司资料？哦，你有违法哦，人家法律有规定要保留3年呢哈。上个礼拜哈，老检来开罚，我虚心接受。嘿啦，9万块啦，啊一条人命吼，会只要互你9万块，安尼敢对？你也知道，现在景气不好嘛，大家都想多赚一点啊。有时候超时工作，大家嘛是欢喜甘愿啊。我无甲你好小哦，很多人特地来求我给他加班的。这看鬼呀！景气无好。啊，还不是因为你薪水给太少哈？啊，你要是薪水给的够多的话，人家有需要加班吗？对不对？啊，是讲张老板呐。嘿。啊，请问你驶什么车？你员工驶什么车哈？哼。我刚才坐在那边吼，就看到这个书包，恁囝的吼，哦，就水的呢。日本进口的吼，我在那个电视购物上面有看过，几啊贵啊班呢？无哈贵。我也很想要买一个给我儿子呢哈。啊，人家肯加班吼，都嘛是为了要养家。啊，今麦人死啊哈！啊，恁都安尼说甲安尼理啦。啊，你良心敢有伫过哈？我甲你讲哦。今仔日来吼，讲个歹听的，我就是要来偷钱的啦。啊，你们钱要是不赶快拿出来吼，我们全家都要饿死了啦。我人吼是去互恁害死的哦。你们一个一个都不要想要逃避责任哦。若是有资料吼，就较紧提出来啦。啊，若无民事迄边吼，我绝对告互你死啦。弟弟，恁妈妈咧？去叫伊。恁祖妈伫遮啦，唔免叫我啦。哪会无啥？电动的哦。食油的啦，啊，毋过吼无钱通好加油，只好用卤的啦。什么意思啊？阮头家讲的，恁过了真正足辛苦。这10万淡薄仔生意啦，你摕去互囡仔买一块新的册桌啊，啊换一个较好的册包。其他的代志哦，咱豆豆仔才来讲，以和为贵嘛，莫舞甲什么劳检法院，安尼歹看啦。真好真好，我总算讲吼是看到恁淡薄仔想要好解的心意啊啦。我弟祖啊，你小坐一下啦，无咱等下庆祝一下恁一辈才阁走好无？
好啊。好好好。歹势哦，妈妈游泳袂记你啊。来，是，没让你客气啦。恁老师嘞哈，一条人命你才赔10万块哈，别人过劳死有200万呢，啊恁安尼想要算影输掉哦？转去甲迄个姓张的讲啦，我告米费吼，唔是讲认头啦。真正把你当搞笑人诶！啊，钱安尼收，你啥查某？啊，唔紧走，无等吼，我烧你哦！啥查某？会惊就好啦。哦，来去，今日要加走出高雄哦。你甲我讲嘞，先别走高雄，啊，你有够无要转来困啊？无啦，嘛是要加甲我谈好乡钱啊。你吼，今要买什么拖拉裤？啊，一天到晚拢无看人啦，啊，你是加趁偌济？趁的吼，拢摕去行销啊啦。好啊啦，开新车嘛舒适，小路就过啊。来去啊！好啦，你塞较别人呢，较细腻的哈。好啊，安全带。来啦。姐，啊你车弄到安尼，啊袂修理啊？歹势啦，阿慧姐啊，这是我单独负责的第一个案子啦。我又怀孕了，所以没有把心思放在上面，真正就歹势。算了啦。啊，那间工厂很难搞吼，这个我也不是不知道啊。啊，是讲进前吼，提前甲你牵着吼，我是较歹势啦。无要紧啦，我无代志啦。啊，你跟你先生人都很好，没有要告我，谢谢啦。歹势哦，教我请嫂嫂嘞。啊，我今天来吼是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啦。嘿，我问过工厂员工了啦，大家都说没超时。我想你在里面吼，可能有认识的朋友愿意说实话。这是我的名片啊，麻烦你交给他们，随时都可以跟我联络。老实说吼，这次的情况对你比较不利了。哈，工厂就不拿出工时资料，那些员工吼想多加班多赚钱，有可能帮忙隐瞒啊。你看，送货又不全走国道 ，E-Tag 资料也不够，监视器画面又是2个礼拜就洗掉了，没有其他员工的证词和充分的证据，很难认定是过劳。所以吼，要麻烦你这边。哦啊，原来你已经偷偷调查那么多了，是我误会你了。啊，不然我们进去里面讲啦。来，进来。好，进来。你们抗议的没错，是我不够努力。啊，
你肚子里面那个是男生还是女生啊？是女生啦，打了好多针，好不容易才怀孕。哦，袂歹呢，女生较大心呐。我刚怀这一胎的时候吼，也很希望是女生，她就测了一些衣服，结果医生说吼，又是男的啦。哎，来啦，这件给你啦，啊，以后吼给他们穿情侣装。谢谢。那工厂那边吼就麻烦你了，我们一起对抗他们。哦。我讲一遍哦，啊，恁倒一个，来，恁倒一个吼，无找过阮阿良带过班呢，这买的钱吼，就会当掠摕去赚掉的啦。来，啊，若是还阁有淡薄仔人情吼，算我甲恁拜托一下，打电话给这个小姐，啊，甲伊讲实情，互阮阿良一个公道，安尼好无？无啦，你这是要断阮的生路。嫂啊，你要拜托一下啦，莫为难阮啦。讲安尼，啊，你有假爱饲阮阿良就无？我腹肚内底还阁有一个，还袂孵出来呢。嫂啊，毋是阮无要甲你斗相共啦，啊，都汉良伊家己。爱是安怎？无啦，伊哦，可能身体较虚啦。阿英啊，进前我阿良上照顾你哦。你讲，伊是安怎？嫂啊，你莫问我。人毋甲你讲，是互你面子，你煞毋知影见笑，硬要问到底。无你即摆是啥物意思哈？银行过生工，前一个人伫倒，你敢知？当然嘛是伫咧工厂捡货，伊就是定定拢先来捡货，安尼毋才会过咯。你就莫阁坚持啊！阁问落去吼，哎，加见笑呀。啥物意思哈？甲你提醒一下，像这种时阵，查甫人拢有需要吧？伊讲吼会遐忝，拢是有原因的。思念你，一个人到无人的海边，越头望。你在冲啥啊？有看到这个人无？冲啥？有来过无啦？爱是啥啦？这阮翁啦。有来过无啦？有来过无啦？你看好清楚哦。6月10日迄天，有来过无6月10日迄天遐尼久啊，我哪会记得啦？你想较清楚咧哦。无来过。你敢真正无看过伊？无，你是足希望我看过伊哦。好，即摆你相信啊无？我唔若相信，我阁想要杀人。小杂某。
人疑似丈夫过劳死立场争议，对丈夫生前的工厂主管心生不满。今天下午，该名女子闯到丈夫生前的工作场所，对主管施行暴力，导致这名吴姓主管背部及臀部多处受伤。依据警方判断为多孔式穿刺伤，而凶器目前尚未。输嘞，还大人大条啦！这名女子在行凶后，用铁链将工厂大门锁上，且在钥匙孔内灌入3秒胶并缠绕胶布，使得工厂货车无法进出，只能从外面用机具锯断铁链。工厂老板表示，女子的丈夫生前与主管来往都很和睦，妈，越来越佩服这个人。该名女子与公司主管有什么过节？警方已将顾姓女子带往义达分局到案说明，而受伤的吴姓主管也将前往警局做相关笔录。姊啊，不是我要讲你呢。义达派出所你好，阿伯哦，对啦，你伫遮啦，等一下嘿，恁大讲。喂，阿爸，嘿啦，我出门时阵伤赶紧吼，袂记插手机啊啦。唉，伊吼无啥要紧啦，甲你喘气咧。我甲你讲啦，伊安尼吼害死一条人命，才赔10万块吼，小可破赔尔，赔安尼几百块就准拄煞啦。哈？老师敲电话去处理好啊？什么？姊啊，这嘛，你要来等？你面色足歹呢。免你管啦。啊！你是安怎啦？好啦，我送你啦，走啦走啦，谢你谢。我已经是有要还的还啊哈！你要搞这代志，哈？哎呦，讲，你想到底好讲，我给小拍。安怎？唔讲是？哦，你叫是恁老爸无伫咧，我这个做老母的管你袂叮当啊？啊唔讲？让是你啦！还有在学校被降到楼下，说你很贪心，只要钱，还说我们家很强。商家有是像啊？他爸就是那个工厂的老板啦！你看人家是有钱人，就不要演，去跟人家要钱。刚刚还上新闻，我明天要被同学笑啦！哎呦，阿新啊，阿新啊，你讲互迄老母啊啦！哎呀，你也我哪个？哎呦！姊啊，唔需要要讲你看，你是拢食啥物啊？你要讨公道嘛会使啊，你厝内人嘛爱顾嘛。你看，你今仔安尼乱，大家拢甲你当作是笑亏呆呢。人家告你伤害，应该会好过。伤害？等我拿到那200万吼，就有钱赔给他们了啦。后记上他弟弟就是爱人照顾啊，你就莫这样冲动。啊，像怎样他们需要照顾哈？啊，我那么拼还不是都为了他们？哦，你就是讲饲囝真简单哦，行行拢爱钱呢，哈！啊，现在小朋友吼上学吼，搁爱什么手机啦、平板啦、电脑啦，啊，搁爱学才艺啦。啊，我肚子里面还没生出来呢，还要奶粉钱、尿布钱呢，啊，急诊都看了40万，啊，我不拼是谁要拼啊？你着换一款无遐尔冲动的方式嘛，至少厝内人嘛爱顾啊，莫互伊遐尔歹做嘛。拄着迄款遐尔无天良的奸商，我无激动敢袂使哈？你还阁少年啦，毋知影啥物叫做日子歹过啦？你吼上好就求天公伯也甲你保庇啦，互你一世人荣华富贵啦。
失败哈。哎呦，你是乱讲啥话？阮后生会当带到你来华做新妇，我欢喜来不及啊！该争取的爱去争取，唔通叫大搞搞，阿爸会听你啦。啊，不过小心伊。哎呀，小心还阁细汉啦，等你较大汉咯，伊就了解你的苦心啦。啊，我想到，我今日看新闻咯，嚯，新闻你足够的哦！今日工厂迄间厝哦，互迄乱一个哦，我厝外甲要压起来，你知影无？我有欢喜的。啊，可能乌托字哦，啊，口袋表后壁用那个点仔涂甲咧，老迄老弟哦，迄电视报过一大片呢，你知道？足够啊！看小兵家啊。OK， 大米加弄呢？我到3站。我你有看到迄昨暝的新闻？好，超见效的。那有九叔一无？看会讨会着，讨袂着。讨无啦，一个大包袋的会当创啥？我看歹讲哦。伊连动手都袂惊呢。我看真正无伫学校会讨着。讨无啦。啊，无真正来烧书啦，好无？好啊，烧书就烧书。哦。不过书字无意思。无咧。衰人大声话，啊，废话哩十解，好无？安怎？唔敢啊？真唔敢。啊，毋过先讲好吼，输的人袂使反悔。反悔我就是骨仔囝。你讲。来啊。你讲的哦。两位大个，歹势，甲恁交了一下。恁讲的迄个阿慧，敢是？欠小刑钱啊！一礼拜过去啊！出来了，啊，过来面啊！这两个又过来啊啦！你啊，你听到无？我讲人突然讲过来呢。啊，阿爸，卖插面呐！我定来听到小龙平常啊。欠小刑钱啦！哎呦！阿爸，你有安怎无？嗰边，讲出来，这在做骨仔囝啊！啊！你出来啊！欠上出来，刑钱啊！紧啊！哎呦，啥物件？哎呦，阿爸，较紧来，是甲门关起来，较紧来！你在？是个遮好做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呦！拿台北出来，我就继续等。都被压力了，天气！小心呐！小心呐！紧紧的，在水桶底子，快点，快点！顺。天气啊！喂，警察给我。天气啊！来个这样呢？要死我！而且，你三点做的，到位。我打电话给警察叫。阿虎，
去啊！你唔好过来，我都大啊！钱啊！欠交我钱了，咱继续。哦，今日真是啊！你看，迄两个破龙洞啊，放火牙烧死型的啦！你看，我厝一个新妇是达不到，啊，囡仔真是啊，这我迄个啦，你看家我你做主，你也给他做主啊！我睇你叫救护车啊，啥物的？还是消防队，还是？唔免啦，你赶快去追他们啊！你不要来看我记得，我走娘了。好，给。老婆，小曹啊，你自己都过劳了，不要为我们消防着想。我还好啦，只是安慧姐那边的案子比较急，证据又不够，不知道该怎么帮她。如果是我有麻烦的话，你会怎么帮我？要是有人惹我老婆的话，就直接给他一拳。暴力。就喜欢这样子吗？哦，我请无请。台北高雄一天来回，真正有够忝。阿英啊，换你啊，你来抢啊！哦好。啊你明仔载几点下班啊？我先来放了。哦，我伫要帮伊啊。我差不多5点钟了就要出班啊。是哦。啊你咧？哦，我嘛是，逐工拢睏无5点钟，有够忝的。哦，真辛苦。唔知要等等吧？哦喂，没啦。哦，无啦。嘛台北到恁啉拢啉到半暝。今朝怎样啦？嘿啦，零工啦吼。歹势，歹势。
好睡觉。喂，王太太啊，恁倒是无斗冷气哦。土下来乱烧歹去啊！啊，毋是讲有啥物影片要互我看？爱啥物影片啊？遐个查某无甲你讲实说，是为看你大身大命，无想要互你艰苦啦。看好清楚，看好详细哦。恁阿良迄天就是去遐伤忝啊，开车毋只会心肌梗塞。你即马知影恁翁是安怎忝啥哦？甲公司一点仔关系拢无哦。那安尼，你敢阁有自信？劳保申请会过，民事敢阁会赢啊？阿辉啊，我们都知道你很辛苦，还跟地下钱庄借钱，所以才来公司闹的嘛。不就是要公司拿钱出来赔偿吗？可是哦，你那样子一乱，又烧钱，还把我们的工厂的电动门给搞坏了。照理说我是不应该来跟你谈和解的，但是我一想到你是我前员工的遗眷，我心都软了。什么都算了，吴特助，他被你拿针刺到全身都是洞。我问他怎么处理，他说不要紧，没事。大人有大量啊，我安尼讲有对吧？安怎？恁两个是来讲互解是？嘿啦。你还把握机会呢？天底下哪有遮尔好的头家？无是要赔偌济钱？这样子啦，我很同情你的遭遇哈，我们最多再给20万。伤少啦，上无嘛要100万。 25，最多就是25了。公生笑90，啊，就无继续讲。 30，连你烧掉那10万，总共40万哦。80，当初是买车是为着要做事，现在车子可以还给你。35，车你留着。70，我帮你把油加满。好啦，45万一口价，好，再多就没有了哦。好，你如果不和解的话，我跟你讲，谁输谁赢不一定，我看你要告多久。 不然这样啦，50。走了。哎、啊，好啦，45啦，啊，什么时候可以给我？后天哦，到工厂找吴特助，我就要拿现金给你 ，OK？
无要转来困啊。但是啥好啊？永远吼拢唔免转来啊。啊，迄人都已经死啊吼，我嘛无啥物通甲你计较的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实在是无心阁替你争取啥物过路死亡礼杯啊。有钱头型人吼，就通笑啊啦。迄个查某无甲你讲实事，是因为看你大身大命，无想要互你艰苦啦。看好清楚，看好详细哦。恁翁阿良迄天哦，就是去遐伤忝啊，开车毋知会心肌梗塞。今仔要加做高险哦。啊，你有够无要转来困啊？嘛是啊，加减要赚好乡钱啊。你吼，兼要买啥物拖拉裤，啊一工到毋拢无看人啦。啊，你是加趁偌济？啊，趁的吼，拢摕去行销。好啊啦，开新车嘛较舒适，小润一就过啊。哦，你叫是恁老爸无伫咧，我这个做老母就管你面子当啊，啊唔讲。你看人家是有钱人，就不要演，去跟人家要钱。哎呦，阿新啊，阿新啊，你讲我迄老母啊啦！放手啦，放手啦！你手过来，过来！夭寿，放手，放手啦！没听到。你住海边怎么管那么多？我要去买菜啦。哎，我跟卢芳姐要伫派出所，讲要甲你倒找证据呢，明月姐啊。应该还没来上班吧？他有可能出去外面。你老检不但罚钱了事吗？怎么这次要我们陪同搜证？合法吗？罚钱根本没有用，工厂不会拿出真的资料。你陪我去。我们来做点不一样的，最好再多带一个人。哎，就你了！快去拿装备。佳佳，佳姐啦。唔免啦。钱诶，紧互我啦。有，随来。我点一下。无见，你打麻将。喂。啥物？我唔管伊啥物人啊，简单诶，会当互你排。你甲因讲哦，伊若是想要入来，除非我无卖底巴米啊，有听到无？我唔管伊啥物劳检局、邮局还是情报局。来走啊哈！你若是无想要互公司倒，就卖互入来，有听到无？我是治安中心的劳检人员，你们这样是妨碍公务，让开！歹势，无方便啦。让开！让开！小心生气你啦！可以啦！就回去了！哎呦，就回去了！哎呦，就回去了！哎呦！
赶紧走来好解，给我过啦，放开啦！没关系，过劳的不止王汉良一个人，我们继续。放开啦！房间管理更加大，后面咱来违法收证啊！警察嘛有锁啥哩？无食呢啊，偷啥药啊？毕竟变抓。盐水破了啦！我过啦，就叫我家啦！你甲处理者，你继续啊！哥，就是你看到这嘛是讲我在考试，我那个管啦。笑干呢你个。哎爸，来啦，我抱姐，这个是妈妈抱姐，妈妈抱姐，哎呦呦，妈妈抱，妈妈抱，睡里睡里。阿辉啊，真多谢哦，佮替阮王家生这金孙啊。我那是歹命啦，一出世吼都无老爸。哎呦，今仔日哦，好日唔好讲这啦。哎呦，阿辉啊，你好，好这金孙哦，我病了搞大汉安尼吼，哎妈。哎阿爸，啊你那表啊咧？哎呦，把紧来哦，我以后过要一个哦，哎，以后我来吼，有影了。啊，毋过迄个表写2-3年呢。即摆写用钱先体用，嘿。多谢阿爸啦。哎，别啦别啦。你有看到无？阿公对你这样好，啊你以后吼，都要好好加油好，知影无？我笑干那看。哦，啊妈妈吼，有帮你交到一个新朋友哦。笑干那个。啊对阿爸，啊后来考小姐因吼，敢有找到什么证据哈？哎，杨水波啊！乱开了，不要造物质啊！你敢处理姐？来了，你继续啊！我你谁也不给啊！这里没了，你直接冲下啦！啊，气死我！我跟你来了，你看你不要干，你不要干，你过来！我去。伊巴肚内底囝仔敢有安怎哈？个人的命啦。安尼唔对啦，啊，我是去摕好解金的，啊，伊是去替咱找证据的呢，啊，出代志的人。还是伊啦。这是我单独负责的第一个案子，我们一起对抗他们，一定会成功的。是女生啦，打了好多针，好不容易才怀孕。来啦，这件给你啦，啊，以后吼给他们穿情侣装。
臭架！节目把重点不交出来，谁都别想离开。好啊，若交出来，是爱应检代志，应该愿意。免笑死啦！一个人要拍阮10个，佮挂手套的，安怎？会惊听是毋是？你们尽管笑，我戴手套是因为我觉得不太怕把你打死。拍谁？啊！咦？是啦，看不小心机哦，看不小心机，是啦，哇，看不小心机啊！看不小心机啊，是乜嘢啊？炸断了！来警察！不能交出来！你娘嘞，拢无咧惊好啊！恁祖妈甲你拼，看小心机啊！看小心机，害人背命！看小心机，害人背命！害人背命！步子交出来。啊，迄两个土蛇你是抓着啊未啦？还没哦。啊，袂你还阁有时间聊阮两个善良老百姓？善良老百姓哦，你看你拢做什么好事？打群架、丢信号弹啊，拢几岁人啊？笑，你给我笑！弟弟啊，你又是要安怎啦？我知影讲吼，你真看袂惯小我做法啦，啊嘛感觉我伤过激动。啊，毋过吼，有时阵就是安尼母吼，工厂才会乖乖仔听话啦。你看，
明姐啊，你安怎啦？你莫甲我吓惊呢？是啊，拄生了，身体袂堪吃。啊，你著爱去掠着迄两个土少的，替儿子报仇。明姐啊，关系，你过来倒三工啊？叫救护车！关系。两位，你们的员工都已经签名了，民事庭那边也已经拒绝了。王汉良在死亡前1个月的工时的确超过法定标准，达到过劳条件。如果你们能坚持期满，将会触犯刑法第214条，背负刑责。你嘛知影代志发生真前的，王汉良走去开。当事人在工作前有没有性行为，不是职业伤害委员会考量的要点。委员会已经认定这是职业伤害死亡事件。再说，不止王汉良一个人，其他员工也有过劳的事实。豆豆来无要紧，我会一条一条甲恁算好清楚。别走，打动了。哦，有点哦，谢谢你啊，这样，哎，换你过来了，嘿，破什么好看哦？阿辉啊，换你过来，过来。哦，是哦。嘿。哦，来，妈妈抱吼。哦，哎，好消息啦！哦，你说从厝会拢出来，拢出来。阿爸，安尼民事甲迄罗伯伯加起来吼，真正有200多万呢。有200多万。小心啊！来，快紧来。妈妈揽一下。哎呦，妈妈够痒啦！你看。你写这好听哦，好听啊，好听，好搞。新玩具吗？你考100分哦，妈妈就买给你啦。阿辉啊，你所受的苦吼，已经回报啦。阿辉啊，我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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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吵是啊，莫吵啊，拢免困觉。阿辉啊，我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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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辉啊，跟你脸都快擦起来了。阿辉啊。
当然人都已经死啊吼，我嘛无啥物通甲你计较。啊，毋过吼，我实在是无想要替你争取啥物死亡，啥物贿赂。啊，你人吼，就拢已经死啊，我嘛无啥物通甲你计较。啊，毋过吼。我实在是无想要替你争取啥物，就是替你啊，是。啊，你人吼，就拢已经死啊，我嘛无啥物通甲你计较。啊，毋过吼，我实在是无想要替你争取啥物过了死亡礼费啦。有钱头仔银行就偷笑啊啦。导演 OK 吗？恁两个吼嘛真晓看时间，啊，昨昏警察伫的时阵啊，恁选唔来啊？卖废话啦，几个？伫咧政府遐啦，等迄个什么碗糕死亡啊，死亡，伫咧政府遐啦，等迄个什么碗糕死亡记录落来吼，我才有才调通我翕。哎。对不起，坐下。节目把重点不交出来，谁都不想离开。对不起。哎呦！怎么了？346吗？63。我操！再一个吗？来个你跳舞，对，加好，2、1，给。Action！ 再忍耐一下。
哎呀，无要紧啦，还搁要喘气咧。我甲你讲吼，伊安尼害死一条人命吼，才80万块。我得收真假。小可破赔尔，啊赔几百块就真真爽。这两个想不想？是啊，靠这。做做，看你再看。哎呀，你叫什么？小贝。好啦好啦，马上甲你处理啊，小贝。好啦好啦，平下叫人写写，你叫啥？姓啥？姓孙仔，姓范，罗顺仔，罗顺仔，罗顺仔。好啊，来，身份证编好。编好。啊，这个创一下，你即马是来，你乖个，乖个，卖。马上处理。好。